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金华城案，佮有政治献金案8检章起诉。台北地方法院透明审理，裁定5个被告拢通交保。郭文地是以300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，佮有徛家。8检也表示讲会依法来提出控告。婆婆身体好吗？身体还好吗？交保有没有开心一点？行出法院向镜头微笑握手，伫金华城案唯一认罪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偏金星，是羁押4个月后头一个重新得到自由的被告。他一直都很配合啦，所以当然这个当然是符合我们的期待。那当然他也是蛮开心说可以出来的，对。偏金星的家属甲律师透明总钱，透早去8检缴纳500万的保释金。牵涉到政治献金案的郭文铁竞总财务长李文忠的家属，嘛派800万的保金到位。尾啊，陈文忠就由亲人牵条条，规身躯包白白，拢无讲话离开。法院日暗时召开一审庭。精审民众党主席郭文铁5点钟，今日裁定5个在押被告全部交保。郭文铁保释金是3000万，而且下晡5点钟要完成交保，因为金额真济，外界关心要安怎装钱，甚至传出有民众党支持者要发起募捐。我都有跟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，的确，主席目前家中没有足够的钱处理这件事。主席内心也不希望造成大家的负担。台湾民众党，我们主要的公职同仁，我们会一起努力，我们一定会把钱筹出来，一定今天接触柯文哲主席。郭文铁伫信义路主体外口，好亲像郭文铁夫人等陪期的朋友，已经伫1楼准备好火炉，要互郭文铁转厝进前下跪，代表气度随运。甲郭文铁114天无见过面的等陪期，一定原来会伫1楼迎接。不过对5个被告全部互人交保，8检是回应，伫收到裁定理由了后，会依法提出控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